美国职篮 NBA 亚特兰大老鹰队菜鸟杨恩 Trae Young 今天在与密尔瓦基公鹿进行的延长赛投进压哨球，中场以136-135气走公鹿。法新社报道，公鹿 MVP 大字母哥安特托昆博 Giannis Antetokounmpo 因脚踝伤势今天无法出赛，密道顿 Chris Middleton 因属膝部左侧疼痛而缺阵，布莱索 Eric Bledsoe 也挂上免战牌。加上另外5名因伤缺席，公鹿今天只有8名球员应战这场在亚特兰大的超狂赛事，可说是打得相当辛苦。两队全场总计出手116次三分球，其中的109次在4节比赛之内。安德森 Justin Anderson 射进老鹰全队最高的24分，外加12篮板。柯林斯 John Collins 和兰恩 Alex Len 各一注23分，柯林斯也有12篮板表现。延长赛剩下 1.1 秒，落后1分的老鹰握有球权，老鹰的发球直接往篮下掉，球虽被公鹿防守者拨到，但杨恩在禁区捞到球后，在空中第一时间把球抛进，让老鹰以136-135绝杀公鹿。尽管吞败，公鹿仍以3场胜差领先多伦多暴龙，稳坐东区联盟龙头。正规赛季还剩5场比赛。公鹿总教练巴登霍泽 Mike Budenholzer 表示：“我真的以他们今天打的比赛为荣。他们做了很多不同策略和不同的组合。”巴登霍泽说：“被投进压哨球这种方式吞败真倒霉，但我想球员们今天非常积极，我也期待团队继续进步，勇往直前。”